2026年7月13日，常年期第15週，星期一。主題：當敬禮成了噪音。依撒意亞一開口就係一道傷口，佢冇奉承自己嘅百姓，佢冇將說話講得委婉。佢稱佢哋為索多瑪的首領，哈摩辣的人民。呢啲說話並唔溫和，呢一啲說話就好似火一樣。但係喺呢一個火焰嘅背後，係天主嘅憤怒，係天主對一種可怕嘅謊言嘅憤怒。雙手舉起祈禱，但係雙手就沾滿咗鮮血。百姓仍然喺度獻祭。佢哋仍然慶祝節日，佢哋仍然守聖日，佢哋仍然進入聖殿。但係天主講：我已經受夠了，受夠咗祭獻，受夠咗馨香，受夠咗隆重嘅集會，受夠咗嗰一種唔能夠改變人心嘅敬禮。先知唔係攻擊祈禱，佢攻擊嘅係虛假嘅祈禱。佢唔係拒絕敬禮，佢拒絕嘅係同正義分離嘅敬禮。因為當宗教忘記咗窮人，佢就會成為咗裝飾；當敬禮忽略咗受傷嘅人，佢就會成為咗噪音。當雙手喺天主前合十，但係就喺受苦嘅人前面關閉，天主就唔會俯聽。依撒意亞係一位打破偶像嘅人，佢打碎嗰啲神聖嘅外表，因為人時時都躲喺呢一啲外表嘅後邊，逃避生活嘅天主。佢咁講：如果孤兒冇人傾聽，寡婦冇人保護，受壓迫嘅人被丟喺一旁，咁樣再擠擁嘅聖殿，亦都唔能夠取悅天主。呢個就係點解先知係危險嘅。佢哋擾亂舒適者嘅平安，佢哋喺沉默最安全嘅時候講話，佢哋揭露權力想要隱藏嘅事。從依撒意亞到阿毛斯，從洗者若翰到耶穌，從甘地到馬丁路德金，從耶日波比耶烏匝科神父去到奧斯卡羅梅羅總主教嘅故事總係相似。嗰啲以正義為目標嘅人，時時都係要付出代價。紀念已經死去嘅先知，比聆聽仍然喺度講話嘅先知容易。為殉道者建立紀念碑，比走佢哋所走嘅路容易。但係依撒意亞佢冇只係留低審判，佢亦都打開咗一扇門，洗滌自己，潔淨自己，停止作惡，學習行善，尋求正義。悔改唔只係悲傷，悔改係生命轉向新嘅方向，係保護寡婦，係傾聽孤兒，係輔助受欺壓嘅人，係讓敬禮成為慈悲。天主係唔會俾美麗嘅話語、神聖嘅歌曲、隆重嘅禮儀所欺騙。佢嘅命令好簡單：停止作惡，學習行善。讓我哋喺祈禱中舉起雙手，亦都成為醫治世界嘅雙手。